首先恭喜大家喺咁忙嘅一日入邊，允許自己抽出呢一個時間，做呢個對自己有長遠益處嘅靜坐練習。而家先揾一個安靜嘅空間坐低，呢個空間最好能夠確保喺嚟緊呢30分鐘之內唔會俾人騷擾到嘅。手機最好熄咗佢，或者你校靜音。盡量唔好喺呢段時間裏面聽電話。你可以自由咁樣選擇坐喺邊度都可以嘅，坐喺個地板上邊，坐喺張墊上邊，甚至係坐喺張床都得嘅。如果你坐喺地板呢，就最好有個蒲團或者 cushion 擺 pat pat 下邊，咁呢條腰就可以自然咁挺直噶啦。如果你隻腳唔方便，或者你唔識盤腿坐都冇所謂噶，坐喺張凳度一樣做得到嘅。咁你記住，無論坐喺邊一度都好喎，千祈背脊要唔可以依靠任何一樣嘢㗎，要好似座山咁獨立嘅、穩陣嘅咁樣坐喺度。咁我哋慢慢調整好個姿勢，頭頂向天，下巴微微咁向入收，唔好昂高頭，亦都唔好低頭。雙眼呢係可以張開或者眯埋嘅。嘴唇合埋，牙齒輕輕咬合。如果可以嘅話呢，條脷輕輕咁頂住上顎，膊頭放鬆，雙手可以擺埋一齊或者分開。你可以將佢擺喺膝頭上邊、對腳上邊，或者你坐緊嘅位置，自然咁擺喺嗰個位置都可以，只要你舒服就可以啦。如果你戴咗手錶或者眼鏡，呢個時候可以除低，等自己更加放鬆。由而家呢一刻開始呢，將個心拉返嚟自己身體入邊，專注力擺返喺自己身體入邊。咁清清楚楚知道我哋而家坐緊喺度，我坐緊喺度。體驗下身體嘅重量，感受下 pat pat 同坐墊或者將凳面接觸嘅感覺。慢慢呢，將自己同個身體連結起嚟。今次嘅靜坐，我係唔會全程咁引導㗎，會留多啲空白嘅時間，等你可以更加自由啦，更深入咁去練習。而家首先將專注力擺喺呼吸上邊，我哋將專注力集中喺鼻哥前邊嘅皮膚，
留意下個呼吸係細微嘅定粗糙嘅呢？當呼吸入嚟嘅時候，我哋感受到我哋吸氣，個空氣係入緊嚟身體入邊。當呼氣嘅時候，一樣清楚知道個空氣由個身體出返去，唔使特登控制呼吸嘅速度㗎，只係需要放鬆同清醒去覺察鼻哥呢一個位置究竟發生咩事呢？喺呢個時候同時間感受呼氣同吸氣嘅溫度，可能係有啲涼涼地或者暖暖地，同時間去觀察同體驗佢。而家畀大家幾分鐘觀察呼吸嘅進出同細節。練習途中，你一定會發現，當你好專注咁將個注意力擺喺呼吸嘅進出嘅時候，但係你嘅專注力總係飛走咗，你嘅心會走咗，會呢度諗啲嘢，嗰度諗啲嘢，咁係好正常㗎喎。當你覺察到你嘅專注力走咗，呢一刻呢，其實你已經進入咗覺察嘅狀態㗎喇。喺呢個時候，你係應該讚下自己，你已經成功覺察到啦。咁我哋只係需要輕輕咁將個注意力拉返嚟鼻哥前邊皮膚嘅位置，專注而家，而家，只係而家，而家呢個呼吸就夠啦。你拉返你個專注力返嚟之後呢，就唔好再諗之前你諗咗啲乜嘢呢？你個心去咗邊度都唔需要諗嘅，繼續去練習而家發生嘅事就夠啦。
好，我哋而家繼續練習。除咗呼吸呢，我哋將個覺察範圍擴大，由鼻哥前邊細細嘅皮膚位置，伸延到成個身體嘅坐姿。你而家坐緊喺個墊上邊定張凳呢？唔使用眼睛去睇㗎，亦都唔好想像喎，純粹用身體去感覺，去確認究竟你係點樣坐緊嘅呢？體驗下坐緊喺度嘅感覺，你會感受到可能係身體嘅重量、pat pat 同坐墊嘅接觸嘅感覺，甚或乎你會感覺有啲位置痛痛地，有啲酸痛，呢啲都係你嘅覺察。而家要做嘅就係覺察全身，將身體睇嚟一個整體咁去睇。呼吸係身體嘅一部分，隻腳有啲酸痛都係一部分，或者身體有啲熱熱地、凍凍地、痕痕地嘅感覺，任何嘅感覺，各種各樣唔同嘅感覺，都係身體嘅一部分嚟㗎。試下同一時間感覺晒呢啲一切嘅嘢。同一時間全部都覺知。我哋喺做身體掃描嘅時候，係一部分一部分咁去覺察身體每一個部分。而家我哋係練習一個整體，同時間去覺知成個嘅整體。有冇留意自己坐喺度，條腰係直嘅定係彎㗎？膊頭有冇放鬆到呢？冇嘢所謂啱定錯，好定係壞嘅，最重要係覺察到、覺知到、清清楚楚知道你而家個姿勢係點樣嘅呢？感唔感受到啊？你可以用呼吸作為一個基礎，但係同時間呢，感覺全身整體嘅感覺狀態，將呢個覺察，呢個練習，一種更加 open、更加廣闊嘅覺知，感覺下身體做緊啲乜嘢，各種嘅感覺。
保持住呢一份覺知，同時間留意身體各個嘅感覺。有啲地方呢，可能痹痹地，有啲酸痛，有啲地方呢，其實都幾舒服㗎喎。但係大部分嘅地方呢，可能係冇咩感覺㗎。無論係點樣，我哋呢啲全部嘅感覺都擺入覺察範圍裡面，唔好淨係畀一個感覺，淨係注意一個感覺。我哋要睇整體嘅，例如左腳某一個位痹痹地，我哋係唔使將注意力集中喺呢個痹痹地嘅感覺㗎，只需要知道成個身體入邊有一個位置有少少感覺就得㗎喇。感覺咧就好似睇到你成個森林，但係我哋唔會淨係望一朵花，好靚嘅花，或者唔會淨係望住一棵枯萎嘅樹木。我哋睇到嘅咧係成個森林嘅。覺知全身嘅感覺，或者係冇感覺嘅部位，亦都好清楚自己坐嘅姿勢，好穩陣咁坐咗喺度。呢個時候，我哋係唔需要特登咁 focus 喺個呼吸嗰度，只係知道呢成個身體入邊有啲空氣喺鼻哥度出出入入就夠㗎喇。我哋覺察嘅範圍，原則上係由頭頂去到腳底，或者係 pat pat 下邊嘅重量感。總之呢，清楚知道呢個身體坐咗喺度，條腰自然咁挺直嘅。繼續保持當下嘅覺知，
同一時間觀察全身各種唔同嘅特性，例如有冇啲感覺會因為時間而變化嘅呢？可能係你隻手有啲痕，試下唔拗佢，會唔會過一陣就有唔同嘅感覺？或者個強度唔一樣，可能痕啲，或者冇咁痕，甚至唔痕。會唔會有啲感覺由一個部位移到去另外一個部位呢？帶住覺知、開放、好奇嘅心，觀察下身體嘅變化，知道就可以，千祈唔好有反應。我哋唔需要特別鍾意或者唔鍾意某一種感覺嘅，我哋好似欣賞幅畫咁，客觀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態就可以啦。而家除咗感覺下覺知身體嘅感覺同坐姿之外，可以將個覺察範圍擴大到念頭同情緒。你一定好清楚，靜坐嘅時候有好多念頭會嚟嚟去去，將個專注力由身體搬到去其他地方。呢個時候呢，我哋唔使趕走佢㗎。念頭一樣可以成為我哋覺察嘅一部分，我哋保持唔歡迎亦都唔抗拒嘅態度。念頭嚟咗啦，我哋就知道，哦，個念頭嚟咗啦，個念頭就好似一個白雲喺個天空上面飄咁，飄走咗咯，我哋再返嚟覺察呢個身體，除咗念頭，我哋都覺察自己嘅情緒。而家係咩情緒呢？係煩躁啊，開心，好攰啊，好嬲啊，定係好單純嘅平靜？或者而家我哋係冇任何嘅情緒都可以㗎，呢啲都可能係一種平穩嘅狀態嚟嘅。所以而家覺察嘅整體包括咗念頭啦、情緒啦、身體坐姿、身體各種感覺，所有一切，只係靜靜坐喺度，知道自己坐咗喺度，此時此刻覺察身體、內心、情緒發生嘅所有事，用好奇、開放嘅態度發現佢，知道佢，唔使趕佢走㗎。你知道，淨係知道，知道就得啦。
而家進一步將覺察嘅範圍擴大到身體以外，你可能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，全部都可以係你嘅覺察㗎，你唔使好特登去聽，放鬆，放鬆你自己，等啲聲音自然咁走入去你耳仔入邊。例如有車經過，就知道有車經過，唔使諗呢架係咩車呢？有行路聲，就知道有行路聲就夠啦，唔使諗下行緊嗰個係邊個嚟嘅呢？保持內心開放、好奇，接納所有收到嘅事物，包括之前所講嘅呼吸、身體感覺、坐姿、念頭、情緒。而家我哋加埋聲音，所有嘅嘢，我哋都唔使特登去追求嘅，我哋就係坐喺度被動咁接收，唔好有反應，亦都唔回應佢。知道有呢個聲音，耳仔聽到呢個聲音，係我哋整體覺察嘅一小部分。聲音過去咗，就過去咗㗎喇，好似嚿雲咁飛走咗，繼續返返嚟身體，淨係注意而家，之前嘅而家過去咗喇，我哋又再專注喺而家嗰個而家，之前嘅過去，而家先至係我哋要覺察嘅嘢。我哋用開放嘅態度觀察所有嘅嘢，同佢和平共處，唔反應，唔處理，知道就得啦。咁就保持呢種覺察，甚至更加開放嘅練習，冇批判嘅覺察。咩係冇批判呢？即係你甚至唔使將你嘅專注力特登放喺某一個目標上邊，唔使將專注力特登放喺你嘅呼吸啦、身體感覺或者聲音，你只係需要好開放，用一個好奇嘅心去接受所有嚟嘅嘢，無論咩嘢嚟到，你都接受佢，就知道哦，你嚟咗啦。有咩出現，就知道嗰樣嘢出現。例如塊面痕痕地，就知道塊面痕痕地。你可以試下觀察下身體對塊面痕痕地呢個感覺，會唔會有好自然咁感覺討厭呢？
定係可以好純然咁，冇批判咁，由佢喺度呢？只係知道呢個時候，我哋係唔使特登留意任何嘅嘢，淨係坐喺度，開放觀察所有嘅嘢，安住喺當下，安住喺而家。我哋知道自己坐喺度，感受緊，覺知緊，安住而家嘅當下。好，我哋今日嘅靜坐練習嚟到呢一度，願你健康、平安、快樂，亦希望你認識同你唔認識嘅人都能夠健康、平安、快樂，祝福你。